主要2024年3月初6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信心的决定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第2章1节到17节。几日后，耶稣搁去加百农，有消息传讲伊伫厝内，就有真侪人聚集活来，煞拢无空位，连门口都无。耶稣对因伫讲道的时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伊遐，因为人真多，袂当扛到耶稣的面前，因就伫伊顶面的厝顶拆一空，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床铺累落去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坐伫遐，心内伫议论：这人哪会安尼讲？伊伫亵渎上帝，除伊个上帝以外，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内心随时知影因安怎伫议论，就对因讲：是安怎恁心内伫质问即个代志？对半身不遂的人讲：你的罪赦免啦，也是讲起来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我甲你讲起来，举你的床铺，转去恁兜。伊就起来，随时举伊的床铺，伫众人的面前行出去。众人拢大着惊，归荣光互上帝讲：阮前到呾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耶稣搁去加利利湖边，有一大群人来伊遐，伊就甲因教示。耶稣经过的时，看到亚利非的囝利未坐伫税关，就对伊讲：来缀我。利未就起来缀耶稣。后来，耶稣伫利未因兜食饭，有真侪冒税的人甲罪人嘛甲耶稣以及伊的门徒做伙食饭，因为有真侪人缀耶稣。一寡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看到耶稣甲罪人以及冒税做伙食饭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是安怎伊甲冒税的人以及罪人做伙食？耶稣听到就甲因讲：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。信心的决定。你甲现在的身材翕相倒来，因为你的体重以后袂搁再安尼咯。营养师即句话亲像信心的宣告。接续，伊伫营养师的引导下面，努力控制啉食，包含食物的种类和分量，积极建立运动习惯，不断学习健康知识，努力甲信心的宣告实践出来。一年落来，伊瘦差不多20公斤，而且甲筋肉慢慢练出来，规人看起来神清气爽，若像家真少年款，而且无变肥胖的款式。这并毋是广告词，是我的朋友的亲身经历。若准你问我，当初敢会相信营养师对伊所讲的话？我其实毋是真确定。用同款的话问友人，
伊个答案也差无够倒。那安尼，伊到底是安怎塑身成功的咧？就亲像我的朋友的经历，对当事者来讲，上款是充满无确定，却是真实的新约。就伫马可福音第2章，四个朋友和一个变碎病人信上发生了。当时，真侪人因为听闻耶稣的新约奇事，来到迦百农这间厝呢。伫无确定的中间，四个朋友光临一个变碎的病人来到客满人的厝头前。伫无确定的中间，四个人看准耶稣所徛的位置，甲变碎病人扛到厝尾顶，拆一个空，甲病人累到耶稣的面前。伫无确定的中间，因等待耶稣的作为，还是无要作为。接续经文记述，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真侪时阵，咱拢聚焦伫耶稣甲经学教师的对话，思考着赦罪和医治倒一个较容易。其实答案是拢无容易，因为在人袂只有上帝才会。因为安尼，咱爱对耶稣看见即个人的信心来思考即段经文。因的信心对倒通看出来？实际上，因对耶稣的信心已经表现伫因面对无确定的时的每一个决定。伫还无确定的时阵，因已经决定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，而且不断用行动靠近伊。伫一遍过一遍的选择中，因相信迄个还未出现的新约，信心就是安尼开始的。回到顶面的故事，我的朋友成功塑身1年外以后，我甲伊斗阵回顾健康管理的历程，发现一开始我也只是对一寡人的经验分享，略略仔相信塑身成功的可能性。接落来，朋友面对每一遍食物的选择、煮食方式，甲每一遍的健康管理学习，拢用正向的方式行动。结果，伊毋仅改善身材，也改变思考、情绪和决定等生活习惯，搁转去到上帝美好的创造，就是学会晓疼惜家己，以及疼人亲像家己。耶稣施行大能的目的是甚物？今仔日的经文提供2个面向：赦罪和医治。总是人的内心若无要相信，也无伴随着信心的行动，当然袂当看到安尼的美事。默想，伫无确定的时，我用甚物方式表达我对耶稣的信心？伫无确定的时，我用甚物方式表达我对耶稣的信心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伫我还无确定的时阵，就先用救恩对待我，互我因着相信，搁较深认捌你，经历你奇妙的作为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